冇運氣嘅人係睇唔到呢條視頻。假若最近嘅生活周圍都碰釘啊，運氣唔順，記住師傅以下呢樣嘢：運氣就體內之氣。啲古人都成日講啦，一嘆就窮3年。經常唉聲嘆氣嘅人，只有增加佢嘅霉運。所以大家有時一定要管住自己把口，同時我哋都可以用一種吉祥嘅物品嚟增加自己嘅運氣。好似呢條白解手鏈係經過我嘅祝福，如果攞到手之後，可以喺佢心裏邊默念一句福至運氣，好運而來，然後打開呢個能量。當我哋念珠嘅時間呢，一開始就由主色開始，一粒一粒向後嚟數，啱啱轉一個圈翻返呢個主色嘅時間呢，就係啱啱念咗一次，一定要做7次。如果女性嚟講，喺月亮下面做就更好啦。你哋嘅願望甚至到煩惱都會經過你嘅手指傳輸落去呢粒珠嗰度，到時你戴喺手上邊，咁佢源源不絕咧就話由手珠翻你個腦。最重要嘅就係我已經將我智慧同祝福注入咗呢條鏈入邊。大家記住，戴呢條鏈嘅時候唔好做啲虧心事喎，如果唔係一定會有反效果。記住，嗰個開始敬畏一啲睇唔到嘅力量嘅時間，就係時來運轉嘅開始啊！無論你當時嘅脾氣係幾咁暴躁，只要你摩擦下佢，我哋都可以通過佢搵到內心嘅安寧同埋平衡。大家可以試下嗱，你可以點擊下我哋呢個鏈接，同呢條手鏈結緣。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條手鏈，同埋大家都會過得好日子。